好，我係阿 Mac 啊。之前太過匆忙，嚟唔切詳細咁樣向大家說明點樣照顧書蟲，先可以令到佢哋健康又開心咁樣成長。因為咁，我特登拍咗呢一段新手飼養書蟲指南，希望大家認真咁樣睇，學識點樣照顧佢哋。首先，點擊書蟲與我，就可以進入書蟲嘅屋企。為咗慶祝新學年嘅開始，我哋為同學準備咗一套新嘅家私，點擊選擇即可以獲得。你可以去書蟲設定，揀選你想飼養嘅書蟲。每一隻書蟲都有唔同嘅性格、愛好、習慣，你哋要仔細閱讀佢哋嘅相關資料，之後先決定養邊一隻啊。選擇你想飼養嘅書蟲，再撳確定。養育書蟲需要唔少嘅資源，呢啲資源可以用書蟲金幣嚟換取。只要你哋每日完成練習，依照練習嘅得分就可以獲得相應數量嘅金幣同埋經驗值。1分等同於1個金幣同埋1個經驗值。儲滿22,360個經驗值，書蟲就可以進化成為文學大宗師啦。失憶嘅書蟲就有機會揾返記憶。選擇書蟲之後，你可以幫佢添置物品。點擊商店，進入摯愛中文小鎮。你可以喺服裝店購買鍾意嘅書蟲衣服。撳黃色嘅箭嘴就可以瀏覽各類嘅服裝。點擊你想購買嘅衣服，然後撳購買就可以成功購物。請留意，如果你擁有嘅金幣數量不足，交易就會失敗。請你努力咁樣做練習，賺取金幣。另外，你可以去到家私店買家私，裝飾書蟲嘅屋企。你可以根據自己鍾意嘅風格去裝飾佢哋嘅屋企，例如懷舊復古風、粉色公主風，或者現代簡潔風。當書蟲餓嘅時候，你可以去咖啡廳購買食物嚟餵佢。點擊書蟲銀行，就可以查看你嘅銀行月結單，入面詳細咁樣記錄咗金幣嘅支出同埋收入。喺完成購物之後，請你返回書蟲嘅屋企，點擊我的寶物箱，就可以查看已購買嘅物品。請留意，你需要定期點擊書蟲去查看佢嘅狀態。記住要幫佢沖涼、陪佢玩，同埋買嘢食俾佢食啊！當你唔喺屋企嘅時候，寵物會為你陪伴書蟲。點擊商店，再點擊寵物店，你可以用書蟲金幣去購買神秘寵物蛋。購買後，寵物蛋會自動存放喺寵物蛋櫃入面。點擊寵物，即可以查看你擁有嘅寵物蛋同埋孵蛋券嘅數量。每完成1日嘅練習，你就會獲得1張孵蛋券。儲齊10張孵蛋券，就可以用嚟孵化1隻寵物蛋。寵物孵化之後，你需要購買食物去餵養佢哋。你可以喺寵物碗入面揾到已經購買嘅食物。你可以通過交友系統同朋友交流養育書蟲嘅心得。點擊朋友與信息，就可以查看朋友列表。點擊探訪，可以去到朋友嘅屋企，同佢哋嘅書蟲互動同埋合照。點擊送禮物，就可以將你喺寵物店購買嘅禮物或者你擁有嘅物品送俾你嘅朋友，表達你嘅關心。喺課堂表現良好嘅小朋友，更加有機會收到嚟自老師嘅小禮物。點擊收件夾，即可以查看收到嘅信息同埋曾經到訪嘅朋友記錄。希望你哋好好咁樣照顧書蟲，幫助佢哋揾返啲記憶。我而家要踏上新嘅旅途啦，各位，後會有期。